嗨，大家好，我係1蚊2，今晚6集，後面3集係連住嘅。碰個9萬打6同俾上家碰，然後就摸隻卡窿6索，叫卡窿2萬，然後就即叫即摸，中10個碼，唔好問我點知，因為係設計過嘅，哈哈。第二鋪碰咗8同拖500索，雖然唔碰都自摸，但係冇理由唔碰吧。中3個碼，第三鋪入張1同拖2萬，揀得啱啱好，舒服晒。中4個，第四鋪摸第一隻牌就叫個卡窿同埋偏張，8同碰得靚，中5個，喺連住嘅第5鋪，差少少可以天胡，啱叫胡就費事轉嚟轉去咯。摸個3索拖牌，全部萬字都可以自摸，即拖即食，都係中5個碼，睇連住嘅最後一鋪。唔使咁多對啦，7萬拆得啱。碰個5萬叫胡，7萬冇咗，8萬應該有得碰啩。OK， 估中咗，拖個5同。都係即拖即食，今晚係咁先啦，拜拜。